请问农历9月初9是重阳节，伫咧台湾有啥物款特别的风俗呢 ？A. 啉高粱酒 ，B. 放风吹 ，C. 暗时9点以前爱去困。好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这我这捌听过无？无听过咧。可能啦。嘿啊，暗时9点以前去困。对啊，即摆无9点袂去困咧。啉高粱嘛是。一般嘛，不一定是爱啉高粱，因为高粱是金门的物件，放风吹吼，应该是一个民俗的款，应该是啦，吼。啊，毋过伊讲伫咧台湾有啥物甲特别的风俗哦？伊讲特别指定台湾，啊，咱台湾才有高粱的啊，敢毋是？迄是伫金门啊，啊，金门嘛是咱的啊。嘛是咱的吼。系啊，啊无咧。所以最后决定爱互队长来决定。系啊，个交互队长啊，决做以前报新闻的时阵捌报过。呢，无印象。但是我是感觉是味啦，因为你大家大厝里啉酒，敢若啉酒就无贵嘛，啉酒就无啊，你吃。嘛无听过。放风吹，唔是大家人拢会去放风吹呢。你的答案是？确定就是放风吹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放风吹对唔对？是啊，那是放风吹咧。来，老师，咱有听过一句俗语讲9月9，风吹满天好，就是咧讲即个中庸的即个风俗啦。啊，不过伫台湾本地遮有即个放风吹风俗吼，传说讲是平埔族留落来的。啊，就是讲拄啊好即个季节吼，东北风吼真透，要放风吹。较好放就对啦，吼，会当飞到真悬安尼。啊，拄则咧讲啉高粱吼，其实若准讲以早即个对中国传来的惯习，其实毋是啉高粱，是啉菊花酒啦，菊花酒啦。啊，所以是有啉酒，毋是啉高粱安尼啦。登高喝酒，嘿啊。嘿，我会记，拢阿妈讲的，伊讲7月7，往来迎迎别，还是往来迎迎别；8月8，满牵豆藤满豆桂。9月9，风吹满天走；10月10，贫惰新妇煮糜热合合。这真正有影拢咱台湾的风俗。